港上上的到跳轮城巴舞的节目夜，团作轮太琴上嘅富人家，向下睇街路巷热情跳舞哈。上礼拜六路出现那睇高雄民农嘅嘉年华会场，梦想山区文教基金会团动第三团合搞向下迎接，大家如果用心嘅打扮，本人看到唔掉看哪一好。也得向前也过一集，听到讲唔得得下注石头。嘉年华游行之前，梦想基金会还请来外国艺术家来到中都的团当地居民向下做讨起，希望将轮居民参加的过程带动社区文化，加添艺术气息以外，还是得接受新的文化触觉，激发出更多的创意能量。台湾的日头清辣，民农也从青叶前的嘉年华比人嘅游行，会比日头花还高长热。做嘅改千用嘅城巴舞节目夜见跳舞，展现热情。巴拉比波嘅少妇，千好嘅身材，替大家庆祝夜。中伦南山的富人家，读到异国风情的城巴舞节目夜，上舞比跳舞，本人看到客家妈妈热情奔放的一面。你节目来快乐！哦，有玩多些啊，你给我。对南投保利来嘅太平国小城巴舞队，超有精神，奔放嘅节奏本人太解放。民农福安社区嘅居民把论做南山嘅员工嘅，谈论音乐天堂，亲热情。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经过了大概1至2个礼拜利用空闲时间也来顺便演练一下各位看那个人偶，那个奶也非常大了背起来是很辛苦了，刚才也看到都汗流浃背啊。民农时山社区的乡亲带论水牛、嫩牛来到街巷，阿伯弄牛的弄的鬼等阵。客家歌谣班的妈妈係變做為拜金的樂手，提城巴鼓的節奏下，熱情的扭來扭去。市中心都牛，市中心都牛，個特別是安尼個長松，安尼是安尼攀公的嗰度馬牛安尼，越熱鬧的時候就要，要夠激烈的話，那有唱安尼個遊行的安尼個木票啊安尼啊，香港有對旗山強州王國來嘅強州部隊，50-60歲嘅社區居民仲開中論強州衫，向下來參與。漸漸嘅300人嘅參與，超過1公里嘅遊行隊伍，睇民農嘅街巷請上面注意，民眾如停車來看，期盼也會看得看到嘅嘉年華會。個票墩啊，有個好看。很好啊，带动这个街上的人啊，让大家欢喜一下。不然天气这么热嘛，大家都很枯燥啊，刚好出来这样游玩一下也不错啊，然后排排汗啊，运动运动 ，OK 啊。大部分民農鄉親歡樂熱情跪下做嘅民農嘉年華，係由夢想社區文教基金會主辦，一定要請嘅插劇藝術家進駐民農，同社區居民共下創作，做出嚟遊行花車，客家拜金水牛也條討起。美濃它客家文化比較濃厚，所以說他們這次的偶都是以客家文化為主，然後像是水牛啊，就是客家代表動物，還有客家人偶黑皮阿嘎姐妹，就是也是代表客家人的那個文化，這樣子。夢想社區文教基金會希望這輪嘉年華會能改嘅形式，本居民對頭擺搶起懸賞嘅國土，變做其中嘅一份子，參加創作同演出。但論客家市路對傳統行到現代，結合無共用嘅社區，展開多年嘅發展。
那我是觉得说，可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之下，我觉得应该注入一些新的活力跟热情嘛。那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慢慢训练这个美容呢，比如说这些客家妇女啊，把她传统的客家的歌谣啦、八音啦，甚至她客家的元素啦、背公啦、土地公啊这些元素，我们把它融入在像巴西森巴、嘉年华这么热情的里面。那我希望说，这个美容它一个在这个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对这个土地继续的认同，而且他们很喜欢说，我们美容有一个很全新的未来，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些旧的元素，把它给它新的面貌。歡樂嘉年華飛度個每本年注意到嘅係沙期幾年金錢出力嘅參與，遊行當中所有嘅陶器都係沙期幾年同外國嘅駐村藝術家用嘅千多嘅心思向下做嘅。那八個人家有線條，人家會黑。幾面囤積下來嘅牛皮紙，各位獎，各位孫女牛頭嘅模型嘅國土，一張一張天天嘅囤紙夾上去。這個鼻子要看功夫了呢。貼疊牛頭啊。人做嘅同屁股最同行嘅人講嘛。安尼，人會胖胖啊，人會安尼顯嘅人會做出來，像安尼人顯嘅人做安尼顯嘅。松葉木嘅啦，迄冇半年疊大葉木啊！伊個牛尾嘛有松葉木呢，冇講下安尼呢呢吼。好，等一下，对喽，還沒嗎？這邊也要。來吃豬頭皮哦，牛頭皮啊！大家無限刺差，團前幾日能做好嘅牛頭模型拿下來，個開一碰我先用染布染好色。讓我結頭做到扮爛餐嘅應要嘅，我先判拍切菜飛，他家手向下來完成。伊做嘢就安尼鬥志吼，愛幾道人工安尼，人工行人工咪妙妙小細節幾道啊，係咪一時時地染，啊幾若是講做幾無限，要做到一時時嘅洗頭安尼。純屬工作嘅陶器，用嚟向前千度嘅時間同精力。我哋擺做陶器，難免會有冇注意到嘅素材，只要有些部分冇做好，水路會本人推過來。其實他們就是會很在當下他們會很認真，想要趕快把它完成。可能然後就是他們會覺得說，小細節沒關係，就是大概就很漂亮很漂亮，這樣就可以了。可是其實我們就是要旁邊要再跟他說。這邊還不行，要再補一下，再補，就是還是就需要跟他們講說哪裡還要再改進這樣子。大家雕腔下做陶器，有剪有疊，對鄉親來講，咩係個真歡喜雕腔下嘅場合。叫安尼夢想社區咩，不安尼來嘅沙器嘅創意，嘿，不安尼有一個學來嘅手工老師嘅點樣嘅，遐高神氣樣嘅。人生也係體敗啦。嘿，大嘴貴樣嘢，冇睇到家閒閒，冇大議論㗎冇人要。喺伊個心態係都因為講啊有時間多參與啊安尼志工嘅工作啦，因為伊當時國家了咩了嚟咩，啊睇下按當然嘛個奇妙啊，係我冇咁講啊，我講過開啦，其實也過快樂，做過快樂啦，係。有行嘅陶器創作做唔得輕彩亂做，仲係加入菜體嘅成分元素。Mainong are usually farmers, and if they want to parade, so I want to do something what has connection to their everyday life, like not penguin or polar bear, but something what is part of their life. So I think the buffalo used to be part of the farmer's life, but right now there are machines and. Well, anyway, it's a symbol of the farmers for me. 因為美濃就是在地就是客家，然後我們這次是借由就是創作水牛，然後主要是先用竹子編那個形，然後再用紙糊，然後最後會再彩繪上去，然後它裡面可以有2個人把它扛起來，然後是可以活動，像是水牛在奔跑或是在跳舞的那個感覺。
屯美浓客家莊屯夢想社區文教基金會結合提鄉下嘅人係以倡議用，一個青島美濃嗰所辦到美濃係的好多年。我來美濃快要7年哈，然後就近距離的看到美濃的客家鄉親，繼承了美濃的傳統文化，就是很務實、很嚴肅、努力的工作，然後沒有太多的娛樂，所以我想，那個娛樂對於客家族群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然後剛好也是碰到我的朋友，台北的戲子，夢想社區文教基金會的蔡董事長，他也是覺得，在客家莊來辦一些慶典活動，應該是不錯的。嗰所倡議用蔡聰明1.2個人向下上愛改變客家族群權欠等硬嘅刻板印象，帶俾客家莊很多嘅歡樂同夢想。像我們的藝術家，他每一次我們下鄉到這個客家村落的時候，那他們藝術家之前，我們就把所有，包括客委會、台灣所有客家的出版的書籍，我們全部都給他。那他們看完以後就覺得說，哎呦，客家人怎麼這麼悲苦？因為你看客家的牛，然後客家人每次都衣服穿到破，然後就一直在耕田，然後他覺得說，我們客家是不是有比較快樂、歡樂的面貌？所以我們的藝術家給我們這個每個村落叫做 Happy Hakka， 他希望說客家能夠轉換成他們下一代是非常歡樂、很有夢想，而且很快樂的一代。不過，一場歡樂嘅人嘅遊行嘅夢想要實現，稍後先面對經費同人力嘅現實挑戰。我們這一趟活動，花了幾十萬，但是我們目前知道，客委會好像要給我們3萬，那其他就沒有任何的援助了哈，所以總是非常困難。不過我覺得，沒有錢，即使辦活動，我覺得無所謂，因為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友情，找到很多熱情，你知道嗎？另外就是人力的部分在鄉下，我覺得大家也都很忙哎。我覺得大家願意撥一點時間出來，為一些那個沒有金錢報酬的活動去秀一下，我覺得這個蠻感動的。鄉村人力的熱情支援，夢想社區文教基金會提經費項嘅特殊，新潮嘅野場揭開傳統約束熱情奔放嘅感恩發揮。這個我想哈，像這樣看起來表象是一個歡樂的下午，或者是一個傍晚的時間，那到底有沒有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想每一種文化都必須要去符合當代的一些這個現象跟一些不同的這個環境背景，所以我看到很多文化都在找路，就是從原來的基礎裡面去找一條新的路，一直走下去。那麼我想這些也許是一種刺激，或者是一種新的經驗，視覺經驗，或者是一種這個感受的經驗。那麼說不定會對客家文化的現代發展會有一些影響，也不一定。一場下晝過後嘅感恩飯會，本但點錢嘅客家莊變到鬧人刺差，打破嘅傳統樸實地區嘅刻板印象，散發法律同熱情，加倍新嘅文化衝擊過後，冇辦法安順，會激發出讓人嘅創意能量。